人言可畏啊。皇上，江南一带大旱已久，都说是妖孽惹的祸，请皇上赶紧处置。诸位爱卿，来一阵，共饮此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两个人可真是心有灵犀，还是妹妹穿的比较好看。真的吗？谢谢姐姐夸奖。皇上，臣妾祝武皇寿与天齐，福泽万民。祝我大清千秋万代。妖女！果然是妖女啊！皇上，臣等恳请皇上立即处死妖女，以免伤及皇上龙体，动摇我大清国本呐！恳请皇上立即处死妖女，以解江南大旱啊！请皇上三思。来人呐！将嫔妃关入宗日府。皇上，臣妾不是妖女啊！你不记得山里的蝴蝶了吗？你不记得我们生生世世了吗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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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妾没有害过你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闵妃娘娘徒手能引水龙盘旋，定是妖孽。此妖孽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皇上，江山为重啊！皇上，江山为重啊！你也相信
妃是妖女。皇上，这敏妃娘娘的确异于常人呐。可是她的确没有加害过朕。皇上，这是在承乾宫收到的一封书信。启功，关入铁索龙上食道所，奉议压制，择日处死。你怎么来了？是罗大侠，大师兄。娘娘，快跟奴婢走吧，被人发现那就糟了。不，我不走。皇上他是爱我的，他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娘娘，别傻了，是皇上下旨要杀了你的。不可能。皇上他是爱我的，他不会杀了我的，不会的。假如皇上真的不爱我，我宁愿死在这里。娘娘，不要，快跟奴婢离开这里吧。把金丹吞下去！
拍电影的，拍电影电视剧见过，看看这个这简直就是穿越小说真人秀。没有想到，我居然是被最爱的人处死的。不，是熹妃害您的呀！从前我只是听各宫宫女传言，这次亲耳听到了。告诉小福子重重有赏。是。对了，这让小福子把这封信放回原处。难道我真的已经死了吗？我来到这里，查阅了好多资料。您的确已被赐死。我不相信。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不，娘娘，那种险恶的皇宫，不回去也罢。再说，我也没能学到娘娘和师兄的本事，以身试药这么多次，身体也坏了，眼也瞎了，还是没能成功。难道我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吗？我求求你，带我回去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不，你这样会让老人家激动的。老人家，我们明天再来，你先早点休息。可是我……走。没想到你和老太太还有关系，我们会不会也有关系啊？谁跟你有关系啊？没话这么话。那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你？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因为别人的话杀死自己的爱人吗？当然不会。老太太现在在恢复期，你可千万别说什么刺激她的话，听到没？是，知道啦。拜拜。吴亮。哎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我哥呢最近在拍一部清朝电视剧，刚好啊有几件衣服找老太太做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上一次啊，那地址就是我哥给的。那替我谢谢你哥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火龙果，小气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们来看您了。你们来了？是啊。哎，您身体还在恢复，这个就先别做了。我去给您洗个水果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小吴他们等着用呢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来帮你绣。哎，是这个吧？哎，娘娘，你会刺绣？是啊，绣的还不错呢。那您绣个字给我看看。好啊。这绣工还真不是盖的。那当然。可以让我摸摸看吗？好啊。给你。是有什么不对吗？是不是我绣的不太好？不是，你绣的太好了。可是敏妃娘娘从小修仙，根本不会刺绣。敏妃不会刺绣，那我……
有一个，给您。你不是敏妃，你是琉璃。琉璃。